兄弟平安。咱做伙来团练今仔日要唱到的圣诗啊，今仔日有一首圣诗较特别，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啊，今仔日这首圣诗原本有3节，啊，乐牧师甲伊根据牧师的迄个诗来改编了，变成有4节。咱做伙来看歌词。来，咱唱第1节，第1节甲原本的是相像。来，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藏我手中你奇妙所示，以为打开诸圣经，当我点情在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一时，为我目睭。
我的心神啊，恁着学了耶和华，建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了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毋通伊袂记即一切运费。即时，咱徛起来吟圣诗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咱用四道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耶稣玛利亚出世，伊本着伊个个人来受苦，定是死埋葬第三日对世人中得活。天打坐全的爬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母相公，罪赦免，配着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用启用方式来交托上帝话。启文记在启文58篇，也就罗马人书第8章。我来启，兄弟来用。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伊既然保守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伊已经死，佮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得活。啥
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妖恶。照圣经所记载，阮互人看做是要刣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的，也是将来的，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咱三甲来祈祷，圣在，圣在，全能的主宰，天顶地下拢充满着你的荣耀。你是生命的主，你赢过死亡的权柄，你会互阮甲你得胜有份。求你使生命的活水灌压阮的心田，求使搁活的能力，互阮活咧有甲是家己，是你伫阮的生命的活。主耶稣，当阮所徛起的所在，互黑暗的势力所压砍，患难临到，求你扶持阮，安慰阮，互阮确信搁活复兴就在伫你。求你照你的应允，既然有人伫基督内底面的，不管是旧的，会当经过换新，洗净阮一切的过犯，赦免阮的不义，洁净阮的心思甲意念，互阮内底面身有正直的灵。医治遐个身躯有病痛，家庭有死失的，叫软弱的成做刚强，欠缺得到富足，坚固阮的心，伫神内底面身有疼心，心内常常存永远的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
即时咱来看一节主的话，记在圣经中间约翰福音12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8节。第1节，搬过节的大日前，耶稣去伯大尼，就是耶稣互迄个对死搁活的纳撒路住的所在。有人伫遐为着耶稣准备暗顿，马大伫招待。纳撒路是甲耶稣共道的一个。玛利亚摕一罐纯的高贵的哪十香油来抹耶稣的骹，搁用家己的头毛甲伊拭油的香味，互规间厝内香公公。耶稣一个门徒，就是后来出卖耶稣迄个以斯加略的犹大讲。咱毋摕即个香油去卖300个银仔来真济散车人。伊安尼讲，毋是伊关心散车人，是因为伊是贼，佮常常偷摕伊咧管理的公款。耶稣讲，毋通甲伊动，即个香油是伊为着我埋葬去准备的。不时有散车人甲恁做伙，不过我也袂不时甲恁做伙。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需要你的帮助。踮伫即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中间，阮需要超找你踮伫阮生命中间做王。愿你的话也成做阮的帮助，互阮踮伫每一日，阮继续勇敢来跑走头前的路站，也踮伫每一日，阮搁较高来见证你的恩典。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想踮伫年假的这几日中间，咱也清楚，整个世界看起来要面临一个真大的变化，敢毋是？当然，大家人拢知影，当美国的关税开始咧提升的时阵，这个行动会带来整个世界会有真大的变动。无一个人会当知影讲，到底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嘛无一个人会当按算讲，到底我即马所做，到底是好也是歹。所以，这嘛提醒咱重新来想一项事。活伫这个互资本主义所掠条的社会中间，每一个人一直拢咧讨论的是投资这项事。大家人拢想要投资，透过投资会当得到搁较济，无论是产业也是安全感。总是面对遮尔大世界变化的时阵，咱也愈来愈看会到一项事，减少咱的投资变成做浪费也无。这也是每一个人心内底所拄着真大的课题。到底我所投资的减是浪费？一个人所看、所认为的浪费，有可能是其他的人所看到真正真好、真丰盛的产业。另外一个人所努力、所栽种的一切，嘛有可能踮伫别人的眼中，诚做是浪费。到底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咱应该爱追求的是甚物？可能咱拢知。不过，咱要如何行这条路，确实需要上帝的引带甲带领。今仔日咱通过约翰福音这段圣经节，圣经节对咱讲，伫搬过节的6日前，耶稣踮伫伯大尼，踮伫纳撒路所住的所在。这个所在有啥物重要的无？踮伫几日前，这个所在发生了一项事是啥物？原本失去性命的纳撒路踮伫遮搁活，原本失去性命的纳撒路踮伫遮搁活，这是真大的神迹。照理来讲，看见神迹的发生，大家人应该爱欢喜。不过，咱嘛发现有侪人就开始烦恼这项神迹。法利赛人甲经学士，遮祭司长，因一直咧想的代志，就是如果耶稣不断行神迹，后壁会发生啥物代志？
都全部的人拢会走去想要军队伊。若是全部的人拢要走去军队伊，愈来愈侪人了后，这造成罗马政府的不安。当罗马政府不安过来咧，随时都爱出动军队来杀死遮的人。所以对法利赛人甲祭司长，伊一直咧烦恼，若是耶稣阁继续安尼落去，伊所要造成的事，恐惊是咱所无法度承担的。所以因偷偷踮伫心内底咧想啥，要如何将耶稣除去？整个的故事就发生踮伫一个充满死亡阴影的下面，踮伫即间厝内面，咱会当想，伫列撒路过身的迄当时啊，即间厝的应该爱充满什么款的味踮伫遮？可能闻起来，满间厝内面应该拢是臭味吧？拢是死人的味，会充满踮伫即间厝内面。踮伫身躯边的人会充满不断的哀哭。毋过，踮伫上帝、踮伫耶稣奇妙的恩典下面，原本应该是爱充满臭味的厝，充满啼哭的厝，现主时却真做是感谢甲欢喜的一间厝。耶稣来到伫遮，马大、玛利亚、列撒路因三个人因安怎回应呢？照咱所看到的，暗顿的时刻来，马大认真咧款待每一个人客，列撒路也欢喜甲人客甲耶稣做伙踮伫遐食饭。对因两人，咱阁一摆看见一项事，欢欢喜喜咧接待耶稣，欢欢喜喜款待来到伫即间厝中间的每一个人。因的性命要表达一项事，阮是军队耶稣基督的门徒，阮就是军队耶稣基督的门徒，嘛不断地人讲，踮伫阮的性命中间，阮确实经验耶稣基督的信仰。最后，玛利亚的出现，嘛，互每一个人佫充满佫较大的shocks是啥物？当玛利亚摕到迄班拿达朋友来到伫这个食饭现场的时阵，一拍开，规间厝内底开始充满香味，围围踮伫所有人的中间。然后，逐个人还佫咧想，哇，这是啥物款的香味的时阵，伊就甲迄个朋友倒伫耶稣的骹。点菜也倒了伤济，所以因伊的头鬃慢慢踮伫遐咧切耶稣的骹，规间厝内面充满的是香味，所有人拢不断地享受这项事。玛利亚的行动咧表达这项事，这间厝内面原本咧讲的是死亡的必然，但是现主时已经对死亡的必然惊慌生命的愿望，对绝望的啼哭惊慌感谢的献祭。玛利亚所做，伊咧表达对耶稣无比的感激，无比的欢喜。但是当所有人拢享受踮伫这个香味中间的时阵，忽然间有一个人出声，伊讲啥物？为什么莫摕这个朋友去卖300个银仔来分互散车人呢？有人拍破这个享受的过程，伊看到啥物？伊看到这个朋友值偌济钱，300个银仔伫迄当时啊是1年的工资呢。伊拍破这个所有人的享受，提醒咱转来，请咱转来到伫现实吧。面对现实吧，这个朋友300个银仔，一个人规年趁天的工资，哪会当遮尔浪费啊？踮伫犹大所看见的是，为什么玛利亚浪费遮侪钱？
浪费遮侪钱，遮个钱若去卖掉，咱会当搁帮赞搁较济的散车人啊，敢毋是？玛利亚的奉献对犹太来讲是浪费，因为犹太所看的是甚物？伊所看的毋是耶稣，伊所看的毋是耶稣所行对死过活的神者，伊所看嘛毋是这三个人忠心服侍的款式，伊所看的干那家己那尔。这敢毋就是现主是咱所面对的社会吗？确实，咱活伫一个可能比过去搁较富足的世界中间，咱拥有的资源嘛比过去搁较济。但是，咱嘛愈来愈清楚知影，这个世界的人嘛不断踮伫一个自过去就未捌有的双向中间。这个双向毋是物质的双向。这个双向更加是心灵的双向，是目睭的双向，是一个咱每一个人拢毋知应该爱追求偌济，才会当满足家己的双向。犹太所讲的话，敢毋都是咱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所讲的话吗？看到一个人认真咧服侍、认真咧奉献的时阵，咱心内底所想的毋是安尼真好，咱所想的可能是哪会需要遮尔浪费啊？哪会需要开遮个钱？哪会需要搁用遮尔好？咱定定会有类似的声音出现踮伫咱的身躯边，咱所咧追求的是啥物？追求的是咱的银行簿仔内面数字爱愈来愈悬，为虾米爱浪费？敢若会当提悬，袂当降低。只要降低，咱就自然而然认为迄叫做浪费。这是正常的，因为看起来所有人拢安尼咧做，敢毋是？所有人拢会咧计算，到底我所付出的，敢会当带来我所按算所得到的一切。当有一日，咱的身躯边出现玛利亚的时阵，咱才会发现讲，原来我家己可能有一寡问题。当咱身躯边出现一个玛利亚的时阵，这是一个对别人来看是怪人。伊为虾米爱献遮济？伊拥有的可能无济，但是伊却愿意将所有的拢献出去。这个奉献挑战咱每一个人，咱已经尽管是会价值观。这个奉献嘛挑战咱每一个人的安全感。所以犹太的声音嘛会成做咱每一个人的声音。咱毋望身躯边的人莫做遐济，莫奉献遐济，莫服侍遐济，因为若是伊献遐济的时阵，我要安怎？这就是犹太咧想的问题啊！所以犹太才会讲，甲遮的钱摕去分予散车人，敢毋是搁较好咧？约翰点伫遮，伊搁对咱讲啥物？伊即句话敢是对的？约翰甲咱讲。伊安尼讲吼，毋是因为伊真正关心散车人啊，因为伊是啥？伊就是一个贼，佮常偷摕伊咧管理的公款，定定咧讲，哦，哪会需要遮尔浪费？哪会需要安尼？无将遮个钱摕去倒位？摕去倒位？摕去倒位？咱通常都会知影一项事，讲遮个话的人。一般来讲，拢安怎？其实伊根本无咧做，徛伫边仔讲别人永远较简单，徛伫边仔咧指责讲这是浪费，永远拢较简单，毋是真正付出奉献投入的人，永远无法度理解到底所咧讲的。甲散车人做伙是虾米款的意义？对犹太来讲，伊生命的焦点从来都无注意过
别人的需要到底是啥物，伊也从来毋捌去看到底身躯边的人付出了偌济，所以就算讲伊拥有搁较济财富，哪有可能真正愿意将这交出去呢？踮伫伊的生命中间，拢有一个啥物叫做合理的投资，所以这一切叫做浪费。你浪费踮伫山车人，应该浪费踮伫我会搁较好吧？这就是犹太所讲的。玛利亚将伊规年会当得到遮个财产，完全无保留，倒伫耶稣一骹。犹太对这款的浪费有真大的无欢喜。到底什么人会当得到耶稣的接纳呢？无论咱献了偌济，无论咱做了偌济，重点是耶稣所看的到底是啥物？耶稣讲啊，毋通甲伊动。这个香油是伊为着我埋葬的日所准备的，不是有善车人甲恁做伙，不过我袂不时甲恁做伙。伊讲的这段话是啥物意思呢？对玛利亚来看，伊所看到的耶稣是一位完全无保留将伊家己浪费伫啥物人身上，浪费伫伊家己的小弟。玛利亚看到的耶稣是一个真正将伊的生命完全无保留看起来浪费踮伫伊小弟身上的主。这是玛利亚所看到的，所以当玛利亚心内底有真实的感谢的时阵，伊愿意做出完全无保留的奉献。所以咱会当理解，玛利亚是一个伊清楚知影到底什么是恩典的人，愈清楚知影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就愈踮伫伊的生命中间会当活出。愿意付出，互人温暖的脚迹，这是玛利亚所做的。总是玛利亚所做的一切，确实也抵到侪人有议论、有冲突的时阵，上界重要的是耶稣接纳伊的奉献。耶稣接纳伊的奉献，这项事，互咱得到什么款的学习呢？咱会当做的事，人会当决定咱要奉献啥物，人会当决定咱到底要奉献偌济，咱到底要开偌济时间，开偌济精神，踮伫咱所付出的。但是重点是啥物？耶稣敢真正要接纳吗？耶稣敢真正要接纳吗？咱有可能拥有足济的财富，嘛感觉我会当献，我会当献，但是耶稣敢真正要接纳？咱会当用济时间，用济精神，用济温书，想要讲我要来服侍主，但是耶稣敢真正要接纳吗？踮伫这段圣经中间，我想真重要的是，耶稣肯定玛利亚的奉献。为什么？因为玛利亚的行动表达一项真重要的事，耶稣必然要面对死亡。玛利亚的奉献咧表达的是，耶稣搁煞来要面对十字架的事实，无有牺牲。就无有真正的免流，无有付出，就无有真正的修成。只有踮伫耶稣互人钉伫十字架埋葬，踮伫坟墓中间的时阵，咱才会当理解这个问道会有啥物款的反应。检测这个问道会带着懊恼的心来面对玛利亚讲：玛利亚。你是对的，无论献主时，管用偌济香油也是礼物，拢无法度字表达阮对伊的怀念，
以及伊对阮每一个人的意义，敢毋是？当咱还阁踮伫遮咧讨论，还阁冲突的过程中间，面对着耶稣真正顶起一个埋葬踮伫坟墓，门徒才会清楚知影，玛利亚，你真正是对的。经验耶稣国外的事咧，当遮的门徒阁到伫因经验耶稣国外的事，因阁会啥物款的反应？因检菜嘛会讲，玛利亚，你确实是对的，阮早就应该安尼，将家己所上界珍贵的一切来献予耶稣。耶稣袂不时甲遮的人做伙，把握每一个时机，奉献咱所会当做的，将这一切献伫耶稣的手，咱会发现，咱得到耶稣的接纳。然后，到底散车人是啥物意思咧？到底散车人是啥物意思？耶稣讲啊，耶稣讲了真清楚。当咱踮伫遮一直咧讨论讲，为虾米卖将遮的钱去帮赞散车人的时阵，但是真正甲散车人做伙是啥物人？真正甲散车人做伙的是耶稣啊！若是无真正甲遮的困苦的人，甲每一个需要的人做伙，咱哪会知影因到底需要的是啥物？定定面对奉献的时阵，上大的困难也是安尼。咱想要献，但是咱并唔知影别人生命中间真正的需要是啥物。也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咱需要耶稣，所以咱才需要耶稣。当咱搁一摆看耶稣的时阵，知影讲伊如何甲每一个困苦的人做伙。甲每一个散车的人做伙，无论是物质也是心灵，当伊愿意甲遮个人做伙时阵，咱才会当真心去知影讲，原来我会当为着上帝的国度来付出过啥物。真出名的神学家提利克，伊就提出神圣的浪费这个概念。什么叫做神圣的浪费？神圣的浪费是当一个人清楚知影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疼，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存在的时阵，所会当做出的感谢甲回应。通常这个行动会带来浪费的特质，就是当一个人真正体会耶稣基督的疼，耶稣基督踮伫咱生命中间恩典的时阵，伊所会做出迄个回应甲奉献，是超越过人所会当理解的一切。神学家讲，这叫做神圣的浪费，就是踮伫人的眼光来看，这是浪费；总是踮伫耶稣的眼光来看，这是真正为着要起造一个永远我的生命所付出的一切。咱拢听过迄句话叫“生命爱浪费踮伫美好的事物中间”，但是咱嘛清楚来问咱家己，到底咱将咱的生命浪费伫啥物所在咧？这个时阵，咱将生命浪费伫口号，浪费踮伫爱有搁较侪人通听见，也是知影。咱想要得到搁较侪人的声音，但是忽略有人真正将因的生命浪费踮伫为着要塑造一个搁较美好的社会中间。这个时阵，咱浪费咱的生命咧争辩，也是咧乞笑别人所做，却忽略有侪人愿意付出家己有限的时间，参与踮伫起造上帝国的计划中间。真侪时阵，咱浪费咧享受，咱浪费想要得到侪看会到的事物，却忽略有侪人也真正已经看见，伫咱的身躯边有侪需要照顾的人，需要陪伴的散车人，
需要发声的无公义，并且为着这付出真实的代价。咱开真侪时间咧浪费，但是咱敢有做出神圣的浪费吗？耶稣的要求是爱确定，这个散车人会当常常甲恁同在。毋若是物质顶悬的散车人，更加是心灵顶面的散车人。通过甲遮个人同在，咱才会当看见生命中间有真实的稳定。到底咱的生命会浪费踮伫什么所在呢？检测另外一个讲法是，咱的生命要投资踮伫什么款的所在呢？咱会当看见，敢有囡仔因为咱所付出的一切，充满欢喜，充满活力，充满愿望，要迈向一个更较美好的社会吗？咱敢会当看见，通过咱每一个人的付出，咱会当真正见证，踮伫台湾这块土地顶面，会当永远充满公义、平等、民主甲自由吗？咱敢会当阁继续看见，因为咱每一个人学习将咱的生命浪费踮伫神圣的事物中间，所以每一个真正需要照顾的人，会当受到好的照顾，受到真实的关心无？咱敢会当将咱的生命好好啊浪费踮伫上帝国的实现吗？毋通袂记哩，耶稣所讲的，送香的人有福气，因为上帝国是因的。正做一个送香的人有福气。我所讲的毋是物质的送香人尔，是咱清楚知影，面对上帝稳定，咱是送香的。咱需要上帝稳定来充满咱。送香的人会当得到真正的福气，上帝国是因的。这间充满死亡、绝望的厝，现主时已经转化，成做欢喜有愿望的所在。原本一个面对死实的家庭，现主时已经成做搁较高来军队主的温度。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敢嘛是咱每一个人的使命嘛？愿耶稣基督的疼充满踮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身躯边的人通看见，伫咱的生命中间真水，咱的生命会显露出真实的香味，就若亲像这个真哪达的香膏，一直流露踮伫咱的教会，踮伫咱的社会，踮伫咱整个的台湾。请咱来看我所写的神圣的浪费。浪费吗？无保留付出，无用伫产失，专心伫接待，早起到暗时，无拍断伫备班。浪费吗？富见一身影，静静显脚趾，拍开香油膏，奉献予贵客，房内满香气。神圣的浪费，献上全所有，无视他人欲，为主所称赞。甲散车人同行，身影传万代。咱的生命需要神圣的浪费，为着要见证上帝国的实现，请咱同心来吟这首圣诗。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
启示圣经真理，看我手中你奇妙所示，机会破开主生之意，当我点睛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之时，开我目睭，予我看见一生的心，开我心门，予我欢喜，无保留付出是浪费，路路必办真切操心眼，才带来宾亲密尊贵，透早到暗自差无停，最好了你款待人客，应爱你表达我心机，咸湿浪费，忽然看见一个身影，真正出现耶稣身边，他开真旁那大家朋友，我伊的脚印头问起，奉献伊所经听归客，放来充满蓬蓬旁味，议论纷纷有人责备，小事浪费，心性浪费，献上所有，不管别人怎样领着，是自称赞甲颂向当行，这休心也未团满足，当我点睛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之时，开我嘴唇，予我保佑真心的心。当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赏赐阮有真济丰富的产业，总是有时阮看袂见。直到阮看见踮伫阮的身躯边，有人愿意奉献伊所有的时，阮的心不安，阮的心着急。总是你知阮的软弱，主，当阮会当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立志来跟对你，立志来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愿你接纳阮，也愿你拍开阮的眼光，予阮看见每一个散车的人围累踮伫阮的身躯边，予阮愿意甲每一个需要的人同行，见证主你的国度要临到这个土地，愿你踮伫阮中间，成做阮的帮衬，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是教会学校的请安报告，所以要请中营中学的代表。大家平安，我是刘立文，是中营中学高中部一年的学生。今仔日我甲戴志芬主任真欢喜代表中营中学来大家请安报告。139年前，英国宣教师开办建立对落教中学校，就是现在的中营中学。望用上帝的疼甲恩典，互信仰教育振根伫台湾。本校学生若伫成绩有好的表现，
伫创意、技术、逐项比赛，拢得到真侪肯定。校园的好音事工也一直持续，100多年来，培育出超过200位牧师。这几年来，学校面临经营的困境，阮永远坚持校训的精神，虔诚、勤奋、因有、服务，互学校成做栽培囡仔信仰的教育的好所在。毋望学生不只会晓读册，也会当活出有疼、毋忘的性命。阮有准备一段学校的影片，请大家来欣赏。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为我挪开，我要大声宣告耶稣。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会当得到信仰甲知识的栽培，感谢大家，愿上帝的平安甲咱三甲地地。好，咱
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咱即礼拜拜三圣经学堂的进度来到马太第2章13节到23节，欢迎咱会当做伙踮伫线顶来读上帝的话语。好今仔日咱特别关心中英中学的需要，嘛请咱踮伫祈祷、踮伫奉献的中间，继续支持咱的学校。后主日是中英女中派蔡校长甲林同学来到伫咱中间请安报告，嘛请咱继续来关心。好咱的今年的国话节踮伫4月20吼，所以4月20迄日咱会举行洗礼甲献信礼，所以后礼拜咱第一堂礼拜煞，咱要进行问道礼，所以嘛，请咱会当注意这个时间，请咱小会员以及接受洗礼兄弟来注意这个时间吼。好，搁第三，咱
今年寿南州第1小区联合圣餐礼拜会点伫4月17，迄是拜四暗时7点半，会点伫富强教会来举行哦。好，咱家己的寿南州是拜1到拜3，4月14到4月16，连续3天的暗时8点，会点伫咱大礼拜堂中间有寿南州的特别礼拜。今年咱的主题是对约翰的眼中来看耶稣，所以咱的牧者团队会对约翰第3章到第5章逐日讲一段圣经节，对约翰福音第3章、第4章以及第5章的经文来做伙分享，欢迎咱当做伙来参与。好第5项，咱宣告160周年，迄个6月15的纪念感恩礼拜。踮伫凤山体育馆吼，报名到今仔日截止吼。所以如果咱阁想要报名的，请咱嘛踮伫礼拜三，咱会当赶紧踮伫办公室这边来报名。每一个人是100块，所以嘛邀请咱迄报名到今仔日为止吼，6月15迄日吼，所以欢迎。好，过来第6项，咱社福部甲儿童组织会踮伫等下踮伫共款踮伫咱101的展场，即摆叫101展场吼。咱已经有，我讲即摆毋是教室啊，即摆是展场吼。咱有无共款的展览会踮伫遮，咱有进前已经有地长老的毛笔字的展览，以及稳重牧师的画展。即个月是咱主日学囡仔的画展，所以邀请咱会当踮伫即个月中间咱对今仔日开始到5月11，拢会一直踮伫咱101展场。踮伫遐，互咱会当做伙欣赏咱主日学小朋友的创作吼。等下共款第1堂礼拜三，踮伫遐，咱会有一个开始的祈祷吼。好具体关怀消息，咱已经踮伫昨举行咱青美长老的个别礼拜相关的事宜。今仔日家属嘛特别来感谢咱大家，所以嘛请咱的家属会当做伙起立来向大家表示感谢吼。请咱踮伫祈祷中间。继续为着献乡遐因整个家族关心甲代祷吼。好，请坐。好，今仔日介绍咱嘛，甲咱的小型乐团拍婆感谢因连线，阁有家长嘛最重要，阁有家长吼，请家长嘛做伙互咱欢迎一下。感谢。倩玲的引带咱的家长愿意付出，所以咱会当看到咱遮的囡仔认真踮伫服侍中间，所以嘛，请咱会当继续互因鼓励。好，多谢做以上遮的报告。这是咱来看本周的金句，约翰福音12章第8节，只有短短2句吼，咱做伙来读吼，迄个。不时有善车人甲恁做伙，不过我袂不时甲恁做伙。约翰福音12章8节，搁一解。约翰福音12章8节，这是咱来吟祝车恳的诗歌。诗歌煞，咱请牧师祝祷。愿主真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无论去啥所在。
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阿门。请坐。